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咧。道就是上帝，这个道起头甲上帝三甲伫咧。万物对道来创造，既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画面伫伊的内面，这个画面是人的光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授出世间，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袂得着变化，伊囝世间到安尼。
上帝在找咱，伊在对咱讲话。上帝通过伊的独生囝耶稣的性命来惩罚咱。今仔日，咱聚集伫遮，用这个应允的音乐，要来更新咱对上帝永袂改变的疼的希望。咱同心敬拜伊，保罗改变咱的恩典，也要见证迄个永远改变这个世界的性命。哦，上帝啊！你创造一切喜乐甲真理，愿他用感谢的心对你奉献哈利路亚的礼物。当我们献出阮感谢甲虔诚的祈祷，用耶稣捌教示阮的话讲：阮以你的名，阮你的名姓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执行，以为你亲自你，阮的一生行用阮。下面阮的鼓舞，亲像阮头下面鼓舞的人，无定找阮支持，就叫阮发现你的爱的，因为国、万年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保证。阿门。到耶稣12岁时，照节期的呢，拢就耶路撒冷。节期已经明白，因转去的时。囡仔耶稣还住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父母毋知，拍算伊伫东行的人的中间，行一日的路站，才伫亲情甲300个人的中间找伊，找无着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伊。3日后，找着伊伫店里，坐伫遐个先生的中间，也在听，也在问。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伊的演讲。父母看见伊就戆领，伊老母对伊讲：“囝，你啥事安尼款待阮？你看，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。”伊甲因讲：“啥事找我？也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？”耶稣就甲伊落去。到拿撒勒来宣传因，伊的老母将这个话记伫心里。耶稣的智慧甲智慧拉加伊，上帝甲人拉疼伊。一句快乐。
圣神的官员倒转去家己去，伊的名声遍传伫四围的地方。伊伫因的会堂教示，互众人学落伊。耶稣到拿撒勒，就是伊忠诚的所在。伫安息日，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，就徛伫要读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迄所在记讲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互送向人。伊又找我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为去讨饭，甲青年的讲，因为搁得着光，来讨饭受压制的人。宣传主欢喜的年，耶稣合册，行执事就坐定。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，伊就开喙对因讲：这个圣经的应验，恁今仔日有听见啊？甲因讲，恁去对面的乡舍，已经入去，就要拄到一只驴仔伏伫遐，还袂有人徛下，偷开，甲伊牵来。若有人问恁讲，啥事做安尼？恁就着讲，主欠业你，连比话过牵倒来行。两人就去，拄到一只驴仔伫路年的挖角。 北边门外就偷伊，边头徛的人
有诶讲，恁头颅啊得声事，因照耶稣所讲诶话甲因讲，遐个人就放互伊去，因就牵颅啊就训耶稣，煞用家己诶衫画伫迄顶面，耶稣就徛伊，有侪人用因诶衫铺伫路里，也有诶用树枝，就是对园里所出来诶。前行后地得叫讲，何塞那，伫主诶名内应该得着学乐。迄个得要来诶国，就是咱诶祖公带入去诶国，应该得着学乐啊！伫至悬诶位啊，何塞那。学生就对耶稣讲，爱阮伫啥物所在，甲你备办搬过节啊？伊讲，恁入城找某人，甲伊讲，先生讲，我的时棍啦，我甲我的学生就搬过节，要伫恁兜。学生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就备办搬过节。因在食的时，耶稣摕饼，祝谢。八破，阮学生讲，摕去食，即个是我的身躯。佮捧杯祝谢，互因讲，恁拢着啉伊，即个是我的血，就是免约的血，为着侪人来流出的，地到罪得着赦免。若是我甲恁讲，打了后，我无啉即个葡萄的汁，向后迄日。我甲你啉迄个新的，伫我的爸的国，已经因死就出来去橄榄山。
耶稣甲因到一所在，名克西马尼，甲伊个学生讲：恁遮会来坐遮，幸好我去遐祈祷。甲因讲：我的心真忧闷到要死，恁伫遮甲我警醒。溜溜啊向前，恁趴伫地呢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要做阵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。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就来学生遐看见因伫困，甲彼得讲：安怎样？恁无袂甲我警醒半时久啊？着警醒，着祈祷，免伫入伫迷惑，心情愿意，总是肉体软者。第二摆搁去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。的确着我仁义，就愿你的旨意得成。搁再来看见因搁伫困，因为因的目睭涩，离开因搁去。第三摆祈祷，也是讲遐的话。迄点搁就问耶稣，甲因讲：恁还搁伫困吗？时困啊！人子受卖伫罪人的手。
经带耶稣入殿内，用紫色的袍互伊穿，搁便起来免流，甲伊治，就甲伊请安讲：犹太人的王平安。搁用路顶梳理的头壳，甲伊对烂，喜人煞。迄领紫色的袍就甲伊脱起来，将伊家己的衫甲伊穿落去，带伊出，要顶伊十字架。因带耶稣到各各他的所在，翻译就是塔克马的所在，就顶伊十字架，问伊的医法，念头啊看什么人得着什么，用章条写伊的罪状，讲犹太人的王，摇两个叉甲伊同顶十字架，一个伫正面，一个伫倒面，经过人亵渎伊，大声讲，伊捌救别人。也会救家己。日中昼，全地黑暗，到3点钟的时，耶稣大声叫，开就断。一个马总看见伊安尼开断，就讲：这人真正是上帝的囝。
安休日后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不光，大粒的玛利亚甲大粒玛利亚来要看迄个梦。忽然下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高开迄个石，伊的面貌亲像死人，衫白亲像雪。天使应遐的妇人人讲：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咧找顶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。因为你已经过我，照伊所讲的，恁来看主倒伫所在。你。
为因的受疼，互因为骄傲遐的圣经，佮甲因讲，基督受苦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也反悔甲赦罪道理，要伫恁的名来传到万邦，是对耶路撒冷去。耶稣带因到伯大尼的对面，举起手甲因祝福。祝福的时就离别因，是有直接上天，因就拜伊，大大欢喜倒转去。这点，请咱三个来祈祷。国外基督，永外主，请用你国外能力敬心愿，愿你的性命甲事工的心热，活出伫你的百姓中间。愿你的教会反射你的光明，搁愿你的真光遍照伫黑暗中，成做你灵敏疼痛的记号。愿你奇妙的故事对阮的言行举止来宣扬互众百姓。愿稳定的音乐响亮通世界，得见证你永远的大名。祈祷奉靠得胜国外的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我要唱最后一首诗歌，这中间有第3节，会请会众斗阵来唱。伫咱的顺序单，本来啊是迄张顺序单上后壁面有第3节的诗歌，迄个时阵指挥会活倒转来会众，请恁甲阮三个来唱，然后指挥活倒转来的时阵，就请恁停止，多谢。